看基本嘅福气类类嘅节目，哇，冷天到咧吼，大家想讲冷天是乜嘅？当然有是布啊，是姜妈鸭啊，蛮用龙肉卤啊，当然还有是乜嘅火锅，像还是当好是火锅。不过大家有想过冇？是火锅两件事情吼，感觉系当享受嘅，不过可能对于看唔到嘅每件。大家要注意哦！今日特别绕墙头，形容词来到节目地图，让大家来分享，到底是否要注意乜嘅事情？用认识好空气，大家来分享今日嘅形容词，介绍你嘅茶余饭欣赏，分享。哎，大家好，向前朋友，向前朋友大家好。哎，当球冇看到茶欣赏吼，按球当冇喊冇？系有点小口冇喊啦，球冇讲客话吼，上次讲的是不按一点嘛。所以直接来绕墙茶欣赏喺度聊片，然后大家来分享地势之外，其实係練下呢個客家話。客家話係。客家話真係多講嘅。係多講就會係有乜講流利啊。冇唔錯冇唔錯，咁個基本依照牆頭欣賞喺度咧，冷天到咧，大家都當好是服務嗬。一開始是在問欣賞講，欣賞你好是服務嗎？當好是的，咁服務幾好呢？誒，上次謝謝時間嗬，應該記得真阿婆不下嗬，家下一年服務嗬係種嘅佛壇佛。哦。咁重點是下頭邊佛壇佛嗬，啊旁邊現在嘅佛務場因一個鋁阿魯米嗬，喺當講嗬就會邊隨邊下去嗬，咁佛務老安啲啊佛務其實感覺冇咪強容，咁下嗰種佛務是當到白拍脆啊嗬，喺阿婆自家會邊度上次雞肉啦嗬，冇是自家種嘅中庸嗬，剁中庸染啊嗬，誒係當天然嘅梅子，其實嗬喺邊度嘅客家人係鹹菜，係啊邊下去其實當好食。哇！我想到欣賞改良其實是到服務是到暗好，你睇大家都當好食服務，用英講一種圍爐嘅感覺，哦天氣冷冷個服務掃掃，還有做啲食當球，當你想講冷嘅時候會令掃透，不過其實大家都知，其實食服務還會注意當到事情，因為還是有當到看唔到嘅危險度地度，對哦，像第一集你大家分享嘅，你睇當到感染啊，了到東西。是不是特別要注意一下？係，特別嗬，阿婆做嘅個肉染嗬，係真正係豬肉去做嘅嗬。個染因為家下，你大家會做嗬，你個心中下圈嗬，上次嗬阿叔會是心中那個染啊嗬，冇算嗰度燕丸嗰度啦嗬，嗰度嗬。當初特別嗰度做嗰條東西嗬，是從真正嚟嘅順嚟肉去做嘅嗬，慢慢攞去打醬嗬。啊，因為你也下方便是講嗬，就發好東西下到嗬，你也嗬當到醬嗬，唔係真嘅醬，就記得嗬，有啲東西變下去嗬，其實像有醬嘅感覺嗬，像個有啲係卡德蘭椒啦到啦嗬，冇時有啲變個粉啦嗬，像個番薯粉啦嗬，嘛有啲不記變到係個 Q 下好食，是變到磷酸鹽，我記得特別你講新洲嘅貢染嗬，當好食咗。特別貢染是講佢真正嘅後腿肉嗬，真正拉吹到安嘢嗬，不記Q 有味來。你也唔是你也去變到個磷酸鹽下去嗬，其實做得不見 QQ 味。不過喺度貢染因為變個磷酸鹽下去，嗬不記有 QQ 嘅味嗬。你磷酸鹽是強度下去嗬，對人身體是講。有研究是講對心臟咪係唔好，對人肉係唔好，所以做唔到常常食。它是磷酸鹽咧都然後因為佢病下去有本來 QQ 嘅感覺，佢磷酸鹽是強度下去嗬，啊骨頭會鬆，它會骨質疏鬆症。哦，所以其實你下食寶寶恭喜才會哦，因大家吃火鍋是寶寶嘅世界，主要地圖嘅搶菜豆腐之外，大家是當好是該都講染類嘅東西，還有乜嘅火鍋餃，火鍋餃，你有感覺就是上次嘅火鍋餃都市場賣有冇？就是賣到暗嗬，啊天熱人咧賣唔會快。唔會快冇相干哦，恭喜才會又唔會貴，又算便宜。大家相看啊，嗰種東西，真是你嚟講做唔得事，寫些下認真去讀，像線上講嘅，你盡量以請嗰啲商家係真是天然去做，認真做誒。特別是講咱真是安樣嘢啊，你攤好好嘅係呢個母豬嘅有冇？後腿肉，佢吹打吹到真實嘅肉染，你係唔係？你係冇咧，你係冇係，係唔單止冇就到意思講，睇話講磷酸鹽，還有參加住係冇誒下去嗬，像個噴沙下去啊，不記要 Q 啊，其實都危險。其實講是台北，市場線上講嘅，是了啲東西大家持到當享受。不過市場線上講嘅，加下嗰種像高鈉磷酸鹽嘅東西是鐵道。現在又講啊，會有一些骨頭會鬆，對，血壓會高，又到問題走出來。像唔好服務到底。
会对安尼身体有蛮影响哈。安尼台湾人其实当然有痛风的问题。错，真是诶。佛佛哈，两项东西是对痛风的人来讲哈，最讲是讲哈，你要食到个海鲜类，吼，猪肉扭扭的痛，错，吼，要配热酒下去，那过下配下去，就等于痛风的人是会，两边是发现来，发起来，系发现马上是易燃哈，本医生看的。错，真是会安样样嘅。痛风两件事情吼，当你马上发生痛风的时间，会知道讲痛风，都像当电影讲吼，係講五度好幾度，50歲、40歲、40歲、50歲，後點點發起來嘅時間，讓地公該真是會同時你，係會同時真是會同時你。係，我有個朋友講，有人講，哎呀，叫我水木水紅來是感覺手骨凍痛，我是清氣嘅時間，你幾隻手骨痛到降腫起來哦。我想講，我冇看過，按電影講手腫到安樣呢，家家配去看醫生，一去到線上改變，線上是講你痛風啦。兩邊是舊沙，去落去先壓下來。唔過嗰時表示講，兩邊是白起來，所以大家是寶寶嘅時間痛非常的重要。痛大啦，吼，還就到豬肉病痛到啦，吼，冇事你鹹啦，餓了都病痛到，吼，你病下去豬下個痛大，你啲咪要就普林凍到，還就等於要學陪酒，係，啊陪酒要陪嘅陪兩項酒體唔好，也少飲酒，吼，一種係秘魯，吼，因為少飲酒到秘魯嘅是講冇蒸餾過嘅酒，很難會痛風。錯，不過先生你講嘅是大家體享受嘅事情有冇？冷天嘅時節食火鍋配到少飲酒有冇？條牌應當係咁判。其實講起來，先生講嘅係痛風，當然火鍋食到痛到來，空調來是會讓引起個偏痛嘅好多，其實腸胃疾病也有。係，有等於好是這個像個係辣辣的火鍋啦，哈，麻辣火鍋。哎呦，該體好食啊，係啊。有個朋友哈，大概臉書問我講，老師我有個朋友哈，當好食麻辣火鍋，唔過佢有胃潰瘍，問我講有買風信哈，佢做的是麻辣火鍋嘛。我講你是停掉麻辣火鍋。有買個風信咧，停掉就對了。係，是莫食佢哈，因為你真正你胃腸冇人好嘅人哈，盡量莫食麻辣火鍋，因為尤其是有胃潰瘍嘅人哈，等於是嗱麻辣火鍋哈，個潰瘍冇人家好哈，還有人火鍋又好是落口哈，當危險，記得影響新朋友。千萬莫食到個聽落口嘅麻辣火鍋哈，因為哈你要慢慢日到食道癌，那食道癌老人是動落就是燙舌，對落口嘅。真是。線上講到吼，其實係愛當大家缺點，因為我大把是火鍋嘅時間有冇？大家有啲人去講是少嘅東西，基本上夾起來並唔會爛。我唔係哦，我講火鍋就是要吃熱的，所以是少落口嘅感覺。對，就是要這樣喝起來，哇，少。啊，從你落口才過癮啊，對不對？所以你痛讓它煮不滾，有冇？可是其實那樣不好。特別我爸媽咪係啊，一定係落口嘅東西，冇講模式。係，所以其實到了先生特別到大家來講，其實火鍋還可以做啲食到當空氣，譬如講先生講到痛嘛，扭有痛，還可以注意。對，所以這邊提到先生都大家講嘅，譬如說油好少的，鹽好少的。盡量莫不用油啦，像麻辣火鍋盡量莫哈。對。啊，鹽是因為你煮嘅東西本來是有梅的哈，梅絲哈，莫比較做老鹽哈。對。很盡量你時間下是講你要注意，先是嗆菜，嗆菜變好多掉，肉下少掉，哈。當然是肉一太多，哈，啊嗆菜少，唔錯。而且乾肉，現在我覺得哈，動奇怪，乾肉不用下也時間，煮滾你這個骨架痛是變到，哎用錢溜，全部係乾肉煮起都改破，那也更不好，對不對？不過度了邊老大家都提醒，老師佐料凍重了，對不對？醬料哈，有等於是該買沙茶醬，哈，不用亂放。其實哈，沙茶醬熱量又高，哈又鹹。其實最好嘅醬哈，當簡單，唔好分醬體哈，因為你僅僅天然嘅食材哈，唔是分買醬，自然啲嘅滋味是會走出來。所以食火鍋一定係食個天然滋味哈。因為有當然是講有到醬啲味哈，有辣到辣椒嗰啲唔好，其實對嘢唔好。辣椒上去是聽到對味哈，當。對，安尼味嘅傷害，其實動態。對，其實講食材味，大家會知道講，我是該重口味，重改口味。然後大家不是不用改，你睇個種沙茶醬。沙茶醬，先生講起來哦，講食材味哦，該沙茶醬其實動香咧，你講蕎麵啊，我個肉
统一都也是稳掉沙茶酱，真的很好吃。可是我觉得锦绣会注意，热量好够啦，热量好够，大家是有好香。你想看，有时讲到线上讲的，你是得服务，是讲你种动作该重要，会发现买事情，有香，嘿，还是讲有时都该得好，天然的东西，刚果是服务动像有点，你係只动控天改风湿，变你是都法讲东西过也是该是下去哈。是因为安尼关系哈，所以动因有冇浪天是服务是下去哈。本来有心脏病人哈，心脏是发起来，本来哈有该血管膜好啊，因是不变脑，哎呦，特别注意哈。你服务虽然讲好食，不过绝对莫贪。莫讲吼肉放射食，有当然是肉贵斤的食，像那样用肉肉啦，莫是讲是肉肉服务，莫是牛肉服务，有那种风肉，其实吼还会本你心肠啦吼，还有血管吼，才感有变化，还会吃到。嘿，所以乡亲朋友吼，线上讲係冇會談哦吼，咁講還有當多嘅地區，讓大家來分享聊下，等下就上來。你今日邀請到係茶之坊先生來到節目地圖，讓大家來講，冷天時服務吼，大家都凍好哦。咁個時服務真係要凍東西要注意。係冇錯。人哋講總得是得好控天時候咧。是講有幾項啦吼，比如講吼，安尼食服務該下吼，安一天來先是搶菜，吼，譬如講該拍菜，吼，像是安尼客家人當好食大半樣菜，吼，係，安可能啲咪係大半樣菜，係，應該講菜。冇錯，好，強調到可能就先是差不多1碗2碗以後吼，然後是其他東西，好，因為你先是搶出下去，因為人從西搶來，吼，等下你但是到肉啊，吼，冇是你是到肉啊蝦啦到吼，是唔會講吸收很多，係是唔會太口，吼，他就咧講吼，是應該搶出那些嘅下吼。莫講馬上食，因為個調燒，好調落後，你就變下涼掉，下冷掉就來食。啊，相信你服務，你是個麻辣，有當然也係麻辣服務哈。相信等調鹹哈，你就在旁邊哈，再變掉水哈，而先個水就來食哈。咁個油哈，加起油鹹哈，真嘅對人健康係冇人好哈。喊吼，你是個服務你群，等你服務係個你湯底係當錢嘅湯底，你做咗啉湯，像個麻辣火鍋就會佢上是梅頭下沖嚟吼，是冇啉湯，因為個湯啉下去吼，真嘅調鹹，係因為個特別因麻辣火鍋吼，個像你睇到因麻辣火鍋，佢也是本因混醬是。落去咧食咧先，冇飲啉湯，先討厭因好啉湯下去哈，啥是熱是熱鹹，啊其實對人健康都唔好哈，啊盡量個醬莫變很多，莫變多，真是。其實先生講嘅係當基本嘅知識啦，咁個又係大家唔會注意。我買冇啉燒湯還是當好啉燒湯，冇唔該醬，該是聽出來唔該醬啊。先生講嘅狗水，當意思係講，狗水是冇味道，我冇法度，真是係安樣。健康是安樣。大家係注意，真是油啊，吼，讓了啲東西要注意，吼，所以其實像線上呢度兩篇講嘅都係當簡單嘅知識，不過大家狗張熱天是唔記得咧，係啦，冷天來咧，讓大家來複習一下。所以其實簡單講呢，我們等一下有一個小叮嚀，讓大家來分享，就是幫大家走在經歷。在小叮嚀一條一條來講之前，我覺得最重要提醒大家係買東西，我覺得真的熱的東西要注意，燒嘅東西也注意。凍你凍好是燒嘅，你要真係要特別注意。因為特別吼，安尼個食道癌啦吼，冇人多。你要經驗吼，你要經驗吼，你個胃腸科醫生，還有到個胸腔外科醫生，法官講，安尼你要吼食道個啱咪比例在度熱高，吼，你要老恩食個落後嘅東西都有關係。真是，所以吼，你一邊老大家來講係講，你真是當好是服務，本大家在細細個叮嚀一下吼，你要從你九條吼，之前雙團節目線上有講到東東，講到大家咧。做個總整理哈，反正冇從頭食。係，你最主要是講吼，一禮拜吼，上最多是講你110包嗰種火鍋。過年時候咧。過年時候，因為你是個麻辣火鍋，你是剛好1禮拜1包。但你吼火鍋你當會做是講你用個天然的湯，吼，比如講吼你誒湯底吼太健康，含量冇調多。錯。按像你小像你普通一串整串按是食火鍋，你當你食冇相關。不過按你要到500食到飽吼，399食到飽嗰度吼，唔好講吼。
一礼拜最多110盒。黑木是一只浪天是110盒，嘿，好少啊。这种东西哈，是不一般的东西，绝对不好哈，虐待膝盖和肠胃。好啊，呛水哈，就都是降个地本又该硝酸盐下豆，又会降该草酸盐下豆，因为呛水是讲肾痛过哈，就用落去。但其实点係唔是煩惱啦，吼，啊是服務吼，啊空氣嘅流通，因為你啊有的服務吼，其實用個碳吼，中間是少碳來吼，啊你空氣冇流通吼，上去會該一氧化碳中毒，啊用電磁爐哈，其實係安全啦，吼，還冇去調燒肉還有東西，係，還有等於講服務煮，建議2日3日緊煮，其實唔好啦，都是煮久下去吼，等於冇任何衛生嘅問題吼，所以講了到痛在病痛久以後。喺普林下豆，還會痛風哈，很少都因個東西哈，一天就煮熟嘅哈，切對冇講冇煮熟食嚟食，哈，很一天就滾長咗啲食，因為冇熟嘅東西哈，是下去還會食物中毒，哈，是否我時間冇填充，因為填充你是填多，係唔地飽，係哈，應該麻辣火鍋係嚟盡量冇充實。錯嗬，因線上嗬講到按到咪咪細啦，大家咧做定咧，唔過你阿水咧問下線上有講過，其實你係講前期當下是服務，其實湯底還係做對自家做，係冇錯，自家做係安全。對，像基本要大家咧分享一下，線上講嘅像豆漿鍋，係，其實嗬，咪做呢種挑人嗬，做個木帶嗬，比如講嗬，你我俾買挑人嗬，買進來之後嗬，其實。比如都有泡菜啦，哈，比如都杏鮑菇啦，哈，炝菜哈，比如都香菜下去哈，是做個簡單的豆漿鍋，豆漿火鍋。其實哈，從來自家當簡單，你有個海帶絲猴啦，哈，相信你有個玉米啦，哈，或是風菜條，那都是做湯底的。其實每道是當好，那比如啲香菇是做的。哦，係冇咪做得做，你講炝菜，對不對？係，像啲炝菜火鍋哈，是你是贊因哈，香菇哈，比如都個西洋芹跟每道太圈菜啦，每下好哈，比如風菜條，哈，像啲當好比如都練過比如下去，做得比較練過啊。一定要表練過，每陣會當好食。哦，所以其實你上看啊，係講其實當好是服務，自家那條當到嘅炝菜，自家做木帶。係，咁有時自家性感度咪好安心，對不對？但你冇練過，你做呢種嘅甘蔗頭哈，拿去煮，因為煮下而家湯會甜，唔是表嘅米薯。甘蔗頭哦，我記得當多年之前是火鍋的時候，那時候還有講說什麼甘蔗火鍋，對，甘蔗火鍋做木帶嘅是線上嘅下講嘅嘛，哈，所以其實我係感覺按用人，其實我是對我感應來講，我係知道是炝菜做木帶當好用人講，你如果喜歡一點口味，其實你整個鍋底當控起你好安心，你只需要有點口味，你只用一點少少的蘸醬，你應該炝菜木帶嘅東西拿出來蘸。用蘸醬要嘟嘟好，係，其實蘸醬我咁我睇好是講嗬，你做得種嘅拍攝菜條啦嗬，菜條啦磨成泥嗬，邊都有cái檸檬汁，啊每時當油咧，一點點調油哈，啊邊都有辣椒一點點是好。老師，這個吃法東日式，東日式，其實按嘅方式其實當健康，因為像個菜條底部哈，就個一硫氰酸鹽哈，呢項東西，上去是服務底部可能有下就唔啲有冇嘅東西，哦，還有同嘅東西，一都一硫氰酸鹽哈，做得老安尼哈。幫助我們肝臟走解毒的功能，其實有幫助。所以其實線上講這個我我聊到緊急部鄉親朋友建議，我覺得這個醬料非常好。線上講你用該菜條魚，就是菜條泥啊，然後就是泥啦，對哈，然後不用一些辣椒，一些上嘅辣椒哈，就是新鮮的，然後不用一些蔥啊、調油，還有不用乜嘅檸檬，愛是做得的。我是按用嘅醬料非常好，我講文炝菜、文肉，我就下班我是寶寶也是聊，我聽出來學落自家好好來練習一下。愛是又滋味當又滋味。錯，好，最尾有隻食譜，讓大家來分享一下。菜瓜哈，啲菜瓜有一個特色是講，你哋鑊哈，你哋鑊等調鹹下去哈，你不用到菜瓜下去，基本上嘅染分吸收下去。真的嗎？其實湯底是冇話鹹。現在兩個提起白糖豆係有人做緊研究哈，唔過等於按研新鮮哈，個菜瓜是本該後生嘢食哈，啊老人家冇時間就要調到下嚟菜瓜下去。我哋先生意思是講，你個菜瓜哈
该让落去吸起来过后，后上去是吹瓜，录音家是冇是吹瓜，冇是吹瓜。客家人都好是吹瓜呢，你有发现冇？有。但係講其實愛教，但係愛未唔錯咧，因為愛不卡跳牌大部係先，所以吹瓜嘅時節，你因為媽媽吹咱種吹又種吹瓜嚟形容嘅。搭春都要吹瓜。其實客家人當好是吹瓜啦，因為當簡單啦，當好上，當好種，當好介紹。係。喊吹瓜，因客家人聽嘛，吹瓜煮埋了，煮麵線啊。係，錯。客家人講到你也是都有共識，都有共鳴嘅感覺。係。冇咁錯，吹瓜麵線，大擺後上次係講冇客冇煮嘛嘅太菜太肉嘅時節是講，我建議你錯唔對是嘛嘅時嘅，冇客人是會講，冇論是吹瓜麵線好冇，當簡單，伊還是煮魚當好食。係，佢吹瓜麵線底本係做唔得冰水。嘿，先生，真是做唔得不用水，主動溜格格安樣。還有我像老大家都分享，吹瓜當聽，所以吹瓜煮吹瓜說切對，唔是不用聽粉。冇唔錯，係。你不用聽粉過後，該當起話，吹瓜本身當聽，你不用聽粉，加起的時候，但味道就完全不對了。哦，所以其實基本上大家都分享係講真係煮饽饽，大家都冇想過，吹瓜做得做木帶可以的。係啊，你吹瓜吼，你挑吹瓜，都薑媽，因為吹瓜上是挑浪帶吼，用到薑媽下也冇人浪。吹瓜煮薑媽，係蛋腸吹瓜炒薑媽做得冇？未做得啦，因從我妹吼煮炒吹瓜街下，一天就用到薑媽下去，就冇挑浪帶，就冇挑浪帶。所以吹瓜本身可能有些好浪，用到薑媽下去是蠻浪的哈。其實其實我啟動吼，線上都有兩片。其實線上做啲教台教啲煮菜廣告，你個請線上也是一個動力去個療力師傅嘅廣告。係，如果唔做得啦，嚇，喺有當然是用到個插入啦，嚇。你從因客家人吼，上次用到羅茶未做得啦，嚇。嚇，冇是用個烏龍茶下，千天文每用下去下，嚇是做個吹瓜烏龍茶嘅木帶，嚇。從啲做得用到海參啊，嚇鹹啊，冇是香菇。安用是做得，是做得，唔會是當好咧。其實客家人應該吹瓜，又買是百變。真係安用嘅，所以到兩片老鄉親分享，其實好是服務吼福袋木袋做得自家做，線上有提供其他冇強嘅木袋吼，大家做得持群咯。你聊下，等下就做咧。你個車日本線上打最久吼，總係做得好是多個東西哦。剛剛吼，到老形容詞，然後交流一下子，做得體想大家嘛個東西誒，做得是做唔得是，講實在話，當到個知識，大家有冇談過？係。糖，因為唔係有記得咧，是安樣樣。當然提醒下，係，向前睇就會記得咯。係，基本嘅就講嘅係講，冷天大家當好是服務嘛，吼，當到個知識啦，大家都分享。不過線上講實在話，其實冷天除了是服務之外，冷天安樣個季節食東西還係多注意。係，冇錯。大強是服務挺，好，所以冬天還是會有冷天的飲食建議。係，最主要是講吼，莫是挑冷嘅東西，吼，寒嘅東西莫是來動吼，最主要。大行東西有食，好，莫講吼偏食，買食的東西佢有食，吼，像該青菜有食，吼，肉咪有食，吼，但唔是肉因吼，是在因也是都豆腐了，都有卵泡質的東西啊，對，莫是堅果類。我覺得蛋白質真的好重要。好，當然吼是講我係該生機飲食，莫是卵泡質，莫是卵泡質的東西，長期進入唔冷，飲食還會浪到，免疫力會變差。錯，冇錯。啊，卵泡質啦，等於是在因卵泡質是蠻能，是個黃豆啦、芋頭啦、豆腐啦、牛奶啦、優酪乳啦，莫是來都有個堅果類啊，是有卵泡質的東西，身體長會好哈。是莫它提紅冷天吼，莫是挑到冷嘅東西哈，變熱東西盡量唔好啦哈。啊，上次有當然哈冷帶因吼，像個瓜啦哈，嗆出來的東西是是的哈，不過。莫是挑到，莫是講你煮嘅方式改變哈。比如講你是嗆菜哈，你是用到薑媽，哈，不記好均分一點。對，因為薑媽吼是唔會本人冷帶，哈。比如講，你炒拍出係冷，哈。你做啲拍出啲白吼，先用個黃嗰啲白用冇薑媽吼，用個麻油煸過吼，就以炒拍出，開始唔會冷。莫是講你拍出小可能同工，哈，因為人會冷咧，因為是你嗆出啲白就好東西是炒酸，那炒酸它多嘅東西。你大體是講
因是下面浪，该菜是变下浪带，好，像该国菜是下浪带，你做那个菜糖果以后，下末炒酸是下末浪带，好，等于同为浪带，你像菜过来糖果，好，长在炒，没下末浪带，好啊。浪天吼，有等于讲莫是水果总得，它那是水果，是水果身体上会抗甜。真是安样吼，所以其实浪天应该是有真的动就意思吼，当然大家会讲是动是有是当季的，其实人也是规地如春夏秋冬，其实大家季节其实是个东西，还会有一些变化，还会某强容。所以现在跟他讲的是浪天改饮食的建议哈，其实老师东西才会浪天，比如说水果，现在讲果子还有一些，那我们就是要吃当季水果。对，比如说像浪天你要冻到皮啊，有啊风皮啊、水皮啊，你要是浪天冻好改果子。嘿，没做得，因为佢地本冻到贝塔胡萝卜素哈，含佢维他命 C 没多哈，啊其实都浪天都信号是讲没做得，因为浪天上是any是冻到肉哈，冇维他命 C 对身体蛮好吼，有几项水果哈，浪天哈。希望向新朋友哈，莫唔记得哈，也是第一行是白的啦哈，另外的白的浪天没有，因为白的地本维他命 C 冻到，哈，还有就浪天哈就容易唔好润通哈，上次某些水果下去还会血糖尿，白的哈其实是冻好水果，它天好是甘哈，แล้ว到甘咪哈甘啊柳丁แล้ว到哈。甘類嘅東西哈，它甘嘢係要去理啦哈，去理當好些，浪天常以為，係，แล้ว到甘哈盡量多些啦哈。不過你向親朋友你也是講，你種甘哈冇用該買退酸劑。你就等於講吼，你種甘吼降高甘調酸下去吼，冇藥食，其實吼用到退酸劑，其實唔好。我感覺吼甘吼是酸長好，酸就這個水果酸，該是有機酸，對，天然的。哎，恭喜財寶，現在講到兩個真係來分享像水梨吼，我唔係講浪天有是水梨啊，樣像水梨一樣東西吼，你下因為凍到嘅過量過後，嘅水梨總是油彈油香。電動啊，要對上嘅是，你挑白時間從酸，有啲酸嘅，感覺係醋皮嘅梨啊，挑白一種梨係醋皮嘅，啊，你食起來時候有啲酸酸甜甜，你咪食到誒，嗰種有水梨嘅味道，等到後面再過嚟食水梨嘅時間，是甜甜模式的，電到後冇嗰種水梨嘅味道，滋味吼，跟住冇。最主要按水果地位吼，cái酸梅地位係cái有機酸，水果嘅酸梅。來到有機酸，是到按身體地位度會幫助按你身體嘅新陳代謝，是冇會太口，吼，還為了按你人們講是講就到油吼，還冇人油，吼，所以按向親朋友吼，冇講調降水果調什麼嘢買吼，種水果不用凍到半幾號水果冇酸嚟個退酸劑，冇安因吼。你過年咪改一個，好，水果不給酸是不給酸，酸來水果有酸來水果的滋味，這些。浪天還有凍好東西是tomato，好，tomato 番茄，客家人有冇講？tomato，那 tomato 盡量都是對，因為佢地位哈就該東西哈該從該切紅薯了對哈，浪天上是佛佛血腸豆是條東肉起下去哈，身體變白體去，等於是對了對切紅薯下去哈，是還冇先從肉片。嘿，而且線上我想講，其實 tomato 未做得煮，嘿，同講 tomato 煮生食 tomato，又係講嘢撈 tomato 煮熟嚟時都各有各界優點，嘿，冇錯。從我已經見到東西市場，呢個係 tomato，呢講 tomato 係水果係果子，所以呢位生食，都當我見到來講，見到對見到來講 tomato 係一種嗆菜，叫做煮類型，係叫做煮類型。唔過呢度台灣做啲生食，其實生食撈煮熟類型，呢講煮熟係咩 tomato 煮熟過後。好，冇錯，因為佢係切紅薯煮熟下去吼，啊配到油下去吼，佢係切紅薯就會俾佢吸收。上次主要是維他命 C 啦，維他命 C 其實你看其他全部是89%啦，他們都還是足夠下好。不過就等於看嚟像個南部人是世界。tomato 吼，上次會變混頭油啦，唔過安好啦。有南部你睇之前冇強嘅食法，當然是混到頭油吼。其實 tomato 未做啲 tomato 煎卵，吼 tomato 煎卵，佢加喺啲線上手界度生總界木底嘛，條嫩啊、青菜啊、菜瓜，其實tomato 未係做木底，當好嘅一種嘅材料。所以有時咧大家嚟講，其實
嘛该贵贱，意思是嘛该购资，该用时又嘛该购资，你是该用时，我们说当季当令，对哈，那这样就是最好改哈。从开始都好是 key 了啦哈，这柿子我就很爱。他讲你怎么是 key， 他那是风 key 哦，其他 key 冇是咯。嘿，做真是，嘿，冇就等于还都好是 key 病有冇？嘿啊，你都好是 key 病，你咪都好是 key 病，真是会较感人诶。香港 key 病吼，拿来煮炖鸡，跟上真正好食。key 病做咧炖鸡哦，那 key 病做炖鸡吼，变到香菇吼，跟俺咪唱个什么舌头好的。key 病炖鸡，我真是都茶线上了味汤，头白还冇汤过，所以其实讲实在话，你就把当季的食物入菜是最好的，对。不过讲到两片哦，线上有一个要特别的提醒大家，其实你讲到浪天改时间，你昨天容易是嘛该购资，因为浪天心血管疾病比较容易发生，所以变老啦，心脏病也很多。你提出2个跟大家分享，是讲吼，你肉鱼吼，尽量风肉莫食啦哈，是鸡脚的肉尽量莫食啦哈，比如讲猪肉啦哈，还有个牛肉啦，莫食太多哈。嘿，下好哈，尤其个深海的鱼哈，像深海的哈。比如讲，你啊讲个尾鱼啦，吼，莫是鲑鱼，客家人吼，其實客家人下手是吼，係下莫是，莫是講，好是土雞啦，鵝肉啦，哈，啱個吼，自己冷天嘅鵝肉嘅皮吼，雖然都好食，莫是太多吼，還是鳳肉吼，好紅肉鳳肉雖然好食，不過客家鄉親朋友吼，長輩吼，自己冷天吼，嗰啲鳳肉吼，小口吼，捲人哋係，好注意啲吼。其實當時係老大家來提醒哈，最尾節目結束之前吼，老大家提醒一件事情，線上有講到，其實係講你只是有痛風感染，就當好是火鍋，鍋子是可以選擇的，做啲鮮鑊嘅。係冇錯吼，有種研究是講吼，曾經有痛風嘅人吼，你鑊吼，你係先買鑊嘅，而且應該頭鍋，吼，有到應該頭為鑊嘅吼，叫話留喺普林吸收起來，冇痛風。錯，所以我知道大家因為真是吼天然氣體嘅改變，大家對抗菌嘅觀念也冇強弱，就頭擺呢個濾鍋，吼，你是。東東片，你看東東因其實已經慢慢唔敢用咧。好，係東東因你下有咪講鑄鐵鍋？係鑄鐵鍋，西牆類啊。哦，係，莫是佢嚟注意嘅辛苦嘅問題。感覺線上有啲有西牆，因為上次見木嘅時候，你喺度。鑄鐵鍋又鐵鍋哈，又都怎麼變成順的東西哈，他來注意到。它不鏽鋼鍋，你是可能它就拉盆哦。他們上次我會買個泡泡啊，便宜，冇錢才買。他上次煮下去，叫鑊個煮叫下去，又貴啊，就等於燒叫下去，按設貴啊變來啲貴，按變污了，開始平常睇冇講吼，大上下去，上次就同個東西過來食到東西。係，好，一點鐘嘅節目吼，真是時間夠睇當家，今日到像路車先生來，總係做啲好事當多嘅東西，大家要記起來冇吼，冷天到咧，容易食，容易放棄，冇唔錯，不過係多注意吼，按樣解控制解問題吼。除了非常感謝車先生是冇你多嘅夾來啦，向前面來分享。嚟客家喎，冇錯。好，今日當感謝車先生哦，好。鄉親朋友，呢一下咧，大家地溝後咧，所以注意咯。3年內嘅時間，天天先生都做認同了。